岁末时节，农场主人叶太竹顶着艳阳，忙着嫁接高阶梨。那我的部分就是有果就好了，我梨子一点点，然后柿子一点点，部分就一点点，不是大面积的耕作这样。我不在外观，我在好吃，而且是安全的。我在做有机的，就是说比较自然有机的方式。一点点哲学，是叶太竹对环境变迁、必须产业转型的体会。农家人看天吃饭，经验法则碰上全球性的气候异常，却开始不管用。这几年天候就是天候问题。好，以前我们知道说，以前造那个农民地啊，对啊，那个只要哪时候做，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成熟的30-40年来的经验啊，都是成熟的。可是这几年就行不通了。重新调整栽种方式，得一步一脚印，慢慢尝试。他说，台湾农民够灵活，但供需之间的拿捏却常吃到苦头。因为梨山的是温带梨，那我们这边是亚热带梨，它本身是不能种温带梨。那梨山的价钱是一颗100多块，1斤100，然后这边一斤7、8块，这样差那么多。幸好务农的人乐天性格的多，这一刻专注手中的嫁接，无暇他顾。削皮、密芽、上胶布，攸关收成的功夫可马虎不得。所以刚刚试了一下，其实真的就是要每一段，我们看到这么多枝芽都要剪，对，然后再一一嫁接。跳路不辛苦吗？唔係啦，工作啊，冇輕鬆哦，我轻松，冇輕鬆，冇輕鬆，真的不轻松哎。这个成本很高，现在。农忙季节，大环境还有好多障碍得克服。叶太竹逆风前进，仰望开阔蓝天。果农的辛劳在维扬的嘴角中慢慢淡去。跳路不辛苦么？冇轻松。跳路不辛苦么？冇轻松。